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3月30日沙田日馬星期日共10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、2、4、5，重心精選場次係第2、第7同埋第9場。第一場20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風火行運，呢135磅配呢個潘頓，上次係跑第7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1號小飛俠，呢126磅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係跑第4， 5號妙算奇勝，呢130磅配呢個霍雲星，上次係跑第2，同埋12號駕勢奇葩，呢121磅配呢個巴道，上次係跑第2。第二場1200米2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2號天天同樂，呢129磅配呢個潘頓，上次係跑第6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號舉步生風，130磅配呢個布文，上次跑第1， 4號狀元及第，呢124磅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係跑第8，同埋5號八進巨星，呢119磅配呢個鍾易禮，上次係跑第8。第三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7號嘉應晉升，呢127磅配呢個潘頓，呢匹係初出馬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3號機械騎士，呢122磅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跑第6， 12號天下寵兒，呢122磅配呢個田大安，上次跑第2，同埋2號維港激流，呢129磅配呢個周俊樂，上次係跑第12。第4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4號笑喜喜，呢129磅配呢個潘頓，上次係跑第4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2號天外迎天，呢125磅配田泰安，上次係跑第7， 11號特別美麗，呢126磅配呢個賀銘年，上次係跑第5，同埋7號做好自己，呢128磅配呢個金城江，上次係跑第5。第5場1600米2級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0號智取神驅，呢123磅配呢個班德禮，上次係跑第1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4號禪聖輝煌，呢123磅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4， 3號標之銀行123磅配呢個潘頓，上次係跑第8，同埋2號美麗同享，呢123磅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係跑第4。第6場10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馬力，呢135磅配呢個蔡明少，上次跑第1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超力量，呢123磅配呢個潘頓，上次跑第1， 4號年年有型，呢126磅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3，同埋10號標之極光，呢118磅配呢個潘明輝，上次係跑第2。第7場1200米2級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3號驕陽明區，呢123磅配布文，上次係跑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號嘉應高升，呢128磅配呢個潘頓，上次係跑第1， 2號加州星球，呢123磅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係跑第6，同埋6號合火奔馳，呢123磅配呢個奧爾文，上次係跑第2。第8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1號川河首區，呢135磅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6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南區之星，呢
孭130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上次跑第二。2號安都孭134磅，配呢個艾杜蘭，上次係跑第四。同埋11號開心宇宙孭122磅，配呢個金城江，上次係跑第10。第9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跨境寶馬孭123磅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跑第一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6號新力好孭123磅，配呢個潘頓，上次係跑第七。7號風再起時孭122磅，配呢個梁家俊，上次係跑第七。同埋4號同樣美麗孭126磅，配呢個奧爾文，上次係跑第11。第10場1400米3班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5號鐵金剛孭124磅，配呢個艾杜拿，上次跑第二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不同世界孭122磅，配呢個潘頓，上次跑第三。2號川河稅區孭133磅，配呢個布文，上次係跑第12。同埋12號唐不甩孭118磅，配呢個班德禮，上次係跑第5。麻煩大家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大茶飯賽馬貼士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可以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多謝晒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賽事再見。